可以了哈，来来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您心目中的菩萨的定义是什么？讲简单扼要就好，你不要讲到12点哦。啊，不知道，哈哈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每个人对菩萨定义不了解。好，那坤道就当副班长，来，坤道的第一位，你害羞内向，跟或许一样，啊是吗？好好好，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目中对菩萨的定义是什么？哎，讲得非常好，来，我们给大家掌声。哎，或许觉得真的很不简单，他领悟到了这一点。我们都说菩萨，各位浅显，我们说菩萨在人间，对不对？你现在看，如果说今天你成就菩萨，没有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这几位呢，他们是先生菩萨，因为他们是由人去修成的，对不对？好，那看我们的白水圣地，我们的不修行菩萨，他们也是由人去修成的。那么看看我们在座的很多讲师群，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点师群，你看他们其实都是什么人间的菩萨，所以呢，菩萨在哪里？我们都是菩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人跟菩萨呢，画一个鸿沟，是不是？觉得说，坐在这里的才叫菩萨，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各位浅显，如果要你当菩萨，叫你整天坐在桌上等人家来奉茶啦、奉果啦，等人家来烧香，你会觉得蛮无趣的，蛮无聊的，是不是？那我不要当菩萨，是不是？当菩萨呢，他是非常的潇洒自在，对不对？你看他可以横越3000，对不对？跨越3圈，他可以呢，你看有没有搭过飞机啊？你在那个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对不对？你地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可以看到那个建筑物的那个时候，你看看，哇，或许每次都会很赞叹菩萨，为什么？很赞叹老师，因为他们在33天天外天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可以穿越云层，对不对？穿越很多的，你看那个房屋啊什么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对不对？还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起心动念，真的是很不简单，是不是？那才是菩萨，是不是？还有人家说千山有水千家月，家家户户观世音，是不是？你看观世音菩萨就活在我们心中，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效仿观世音菩萨的行仪。好，各位浅显，我们来说愿，菩萨愿行，对不对？愿是什么？原来的心。各位浅显，你记得你刚刚有你的引导师带你来到佛堂的时候，请问你当时觉得道很好，是不是？你很想度人成全人，你那个心还在吗？还在不在？还在，对不对？心灵班跟至善班讲师群呢，都会比较怎么样？都会比较用更多的爱心、耐心，对不对？来关照、来鼓励。其实我也觉得说，我们本身都可以自我鼓励自己，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在学修讲梵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难题不管浅显点师怎么样鼓励成全，如果我们自己的手不肯伸出来，有没有用？没有用。以前听说有一个牧师，这个故事你应该听过了。他非常的虔诚他的一生都在为上帝弘法。那有一次一个大洪水，对不对？那大洪水来的时候呢，就来了一艘船。那好像是现在的一个泳圈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他的信众说，他说牧师，你赶快拿着这个泳圈他说不用不用，等一下上帝就来救我了，对不对？你要去用吧。等一下呢，又来了一艘船那船上的人说，牧师快上来吧。然后这个牧师说不用不用，等一下我的上帝会来救我，对不对？他是不上船，最后呢，他快淹死的时候呢，直升机来了，是不是？放了一条线下来，要让他放下一个梯子来，要让他爬上去。他还是一边喝水一边摇手说不用，我的上帝等一下就来了。结果怎么样？死了，当然挂了。他很气他就到了天堂的时候，他就跟上帝抗议他跟上帝说，枉费我平时待你，对不对？我非常尊敬你，对不对？一辈子都在为你弘法，可是呢，我遇到了生死关头，你居然不来救我。上帝说冤枉对不对？我都有救你，救3次这是你自己不把手伸出来。所以你看所以会觉得说，今天这个天降大道，对不对？给我们这个机缘，也要我们的手要愿意怎么样伸出来，要我们的脚愿意怎么样踏出去。好，再来呢，各位浅显，这3位菩萨我们认识他吗？认识吧。我们来看第一位菩萨，他是谁？拿来古佛，对不对？他有没有发愿他的愿很大他说众生佛度尽，誓不成佛。请问众生度尽了吗？还没耶，众生还很多，是不是？我们老水还潮才要开始而已。可是他成佛了没？他成佛啦，对不对？那再来呢是谁？我们的天然世尊，对不对？你看他也有3道宏愿
可是老师慈悲啦，这升到后面我们还是继续在努力，对不对？啊，那再来呢是谁？地藏王菩萨，我们认识他吗？认识哈。那他说地狱不测功，是不成佛。请问地狱是不是天天在开研习会？对啊，地狱每天都很忙啊，可是他成佛了没？他成佛啦，是不是？所以呢，你看愿呢，就是历代圣贤仙佛他们成圣成显的一个什么原动力？各位浅显，你们有没有愿？有没有？你们以前有发什么愿？10条大愿，还有呢，法会的时候你们发什么愿？众圣清凡，财法双生，还记得你们的愿吗？一定要记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济公，我们这个老师还蛮可爱的，对不对？啊，这个地方的指济公呢，不是啊，当然我们老师叫济公啊，他这个济的意思帮助哈，帮助是众生的事情。老师慈悲说啊，如果你都做众生的事情，你就是什么？对呀、你就能够成活佛。如果你只是呢 only you，only your family， 就是只有你自己跟你的家人，那你就是什么？就是信徒，你就只有自己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白羊修道士啊，或许把它分为3种哦。第一种是什么？啊，第一种是什么？人间菩萨行，对不对？像我们的很多前人辈啊，他不度尽天下苍生，他就怎么样？他是不成佛。像我们的白水圣地哦，他当初要归空的时候，要成道的时候，他是不是讲了一句话？他说：但须记我志，何须求我身，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白水圣地的志向是什么吗？我们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当然是希望我们的白羊大业能够怎么样，能够圆满，是不是？啊，我们的白羊弟子呢，都能够上法船，能够知道要学修讲办行。好，那么我们的不修习菩萨呢，他也有宏愿哦。我们不修习菩萨宏愿是什么？他说他的子弟兵啊，如果不能够成就呢，他也不可以总会一直来，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要带走了一个子弟兵啊，他才会呢这个愿呢才会有终止的一天呢。好，再来我们看天兵天将行，各位浅显，天兵天将行跟公报佛脚行，我们在后面来看啊，这就是人间菩萨行。好，愿行第一。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天兵天将行，各位浅显，这类的浅显蛮多的，对不对？啊，像慧雪有时候要去家访的时候呢，就邀我们的同修一起去，他就说：“我跟你讲啊，但告诉黑老爷们来呀，那我敢免讲。”好，但是呢，你说他不诚心吗？他也很诚心的，他五种班他也会到啊，然后呢，他那个法会他也会去，办到呢他也会来帮忙。可是呢，有时候你要请他去家访啊什么的，他就会有很多的借口，因为他选择性的什么学习跟付出啊。但是呢，像这类的呢，坦白讲，众生有没有得救呢？他就不是那么在乎了啊。像我们佛堂有个讲师，他很可爱呀，他呢每天他都去佛堂，他去佛堂每天都是祈求，或许觉得他这个精神也挺好的，他去祈求就跟那个菩萨说，他说：“亲爱的菩萨，可爱的菩萨，你看我是很诚心，对不对？我每天都来到你的跟前跟你叩求，希望说你把跟我有缘的众生呢，跟他们托梦，让他们梦到我，对不对？然后呢，我就会自愿呢，让他们的超级银宝石会带他们来佛堂求道，这样好吗，菩萨？然后每天都100叩首，结果他没度到人，他没有啊，所以我就把它归类为天兵天将型的啊，是啊，对，他每天这都是祈祷，可是呢，要去家访呢，他又跨不出去，可是他有这个心呢，我就觉得是蛮感人的啦。啊，那再来呢就是什么呢？各位浅显，公报佛脚型的，这类的更多了，是不是？各位浅显，我们都是人间的天使，可是呢，如果你的方向不太对一弄表，哎呀，弄那个吉凶中，对不对？是啊，这类是什么呢？初一十五我家跨流廊，对不对？办到来跨心情，逛夜市的时间呢，比来佛堂的几率多，是不是？可是呢，当他有状况的时候，有种状况的时候，他一定会到佛堂，是什么状况？当他有遇到一些人力所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缘的时候呢，是不是？可能家里有人重病，还是说他有什么比较难熬的障碍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到佛堂去1000叩首、2000叩首。这个时候呢，坦白讲，常常你跟他说来佛堂他都说再看看不差我一个啦，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当他到佛堂去虔诚的去叩求的时候呢，天上的仙佛也会开会，对不对？他说，看看他的西方存度有多少存款，对不对？0，那再看看吧，对不对？看他现在发什么样的愿心呢，再决定要不要帮助他，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了，老师慈悲说，你今天把上天的事当做你的事，那么你的事就是上天的事。
对不对？你知道上天的事是什么事吗？就是救度众生嘛，对不对？好对，这个来看一下如果呢是风暴佛脚型的道亲呢，他以后会服用一种叫什么药？后尾药，它使用的是在配合什么？捶胸顿足是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再来呢，其实呢，后学觉得说，刚刚我们这位浅显呢，他这个领悟非常的不简单他说菩萨在人间，所以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人间天使，对不对？那么我们呢，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各位浅显，我们是不是都住在这一艘法船上面？这艘法船叫什么号？白羊法船叫什么号？发一崇德号后学有遇过很多主线的浅显说，请问你是哪一主线？不知道，对不对？你的浅显是谁？不知道。连浅显是谁都不知道，那就是引导师的责任那自己本身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自己呢连自己是哪一主线都不知道。那我们在这一艘法船上面呢，我们是不是要救助很多的人？是所以说掌握修办的6分仪，谁知道什么是6分仪？我们知道航海在航海这个茫茫大海当中，你知道这个船它要航行，对不对？它必须要靠这种仪器，就是叫做6分仪它帮你定位，给你一个方向，对不对？就是让你往前知道我们的方向去哪里。但等一下呢，我们说我们等一下前道呢要集体呢到台北去，坤道要集体到高雄去，请问你要不要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你要知道那你说你今天你修到半道，你要不要很确定知道你的方向要到哪里去？要，对不对？你度化众生，你也知道你要度他们，你要成就他们，他们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所以呢，你要找到你的生命定位。所以呢，我们都说我们要立中天大志，立什么大志？对不对？我们要立志当菩萨人间的什么眼睛，慈眼视众生。你不要呢看到每个人都觉得怎么样？只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对不对？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苦海了，是不是？所以呢，你看菩萨看众生，就是慈眼视众生，对不对？这样子呢，你才可以度化他。你知道到国外办道到国外去开荒办道有时候语言不通，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什么？就是微笑，对，就是微笑。你微笑对方知道说你对他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不对？对。那再来呢，去国外办道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双手合十，对不对？拜一下，然后呢，一只手往什么？比什么？比天堂。你们会不会测试看看？看有没有人睡着了？来，我们今天呢到国外去呢，对不对？要开荒，我们要开荒办道对不对？我们是菩萨人间的天使。好，我们现在呢双手合十，双手合十，对不对？好，微笑。你们都忘了怎么微笑吗？是不是？是，不要傻笑就好，微笑。然后呢，双手拜一下。然后呢，手往什么？手往天堂。对，恭喜各位，你都可以去国外办道了。是，这样就可以度到很多人。以前呢，有一位讲师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到泰国去办了一大片就是微笑，无论是不是要微笑，然后双手合十比上面，就度了一大片的人。其实呢，跟他来拜拜人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想这样子可能就可以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吧。所以我也觉得说，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度化众生，其实是语言不通也没有关系，因为呢都是老母的孩子，对不对？都是上帝的子女嘛，所以呢都会给你一个共通的语言好，那么我们当菩萨什么？人间的口，对不对？你有没有一开口呢都是什么？说好话，还是每天呢有时候会爆粗口，会吗？那或许在脸书上面来看我的学生学生群有时候会写一些粗话，什么看得很难受所以就跟他们讲，我们每天怎么样说好话。他们跟后学解释说，那是叫做语助词。我说语助词不用那么难听，对不对？这不代表流行我说那个语助词真的不好听而且还造口业，是不是？好，再来呢，是我们要当什么？菩萨人间的什么手？你看到每一个众生你就想度他，对不对？你心心念念都会想度众生，那你就是佛的代表了。像后学去那个上海，上次世博嘛，哇，你知道吗？那个排队的人好多那后学心里就想，哇，老师这一群如果全部都能够求到，该有多好，对不对？然后后学呢看那个球赛哇，好多人去看球赛后学心想，哇，老师，如果这一群人全部都上岸，该有多好，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随手伸就是怎么样，随手一伸就想要引渡人家，对不对？就是当菩萨人间的手。再来呢，我们当菩萨人间的什么？脚，对不对？你想要办道，你想要渡人，你的脚不跨出去也
也是没有用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加法，我们要一周一日行，一定要靠我们这双脚。像我们有个道亲啊，等一下或许会讲他的故事。像他呢，就是开脑部开了3次哈，他现在右手右脚不太能够动，但是呢，他在做复健，他有发大愿，他说他希望他的手脚赶快痊愈，然后呢，他要到国外去开光办道。结果他的脚呢，现在在做复健，而且呢，那个痊愈的速度复健的这个好转的速度，连这个医生都觉得很赞叹，很不可思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接着呢，各位浅显，我们要怎么做？或许要教你们怎么做，要快马加双鞭，对不对？那菩萨说不怕慢，只怕什么？只怕站啊！各位浅显，你知道现在连去看电影都很危险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美国在看电影就变，看他以为是什么？以为是那个音效，对不对？很可怕。或许就是说幕后的众生像那个正言法师他就讲过，他说幕后的众生很多都有什么因果病，所以呢，仙佛也慈悲讲过，他说21世纪是什么？精神病的世纪，对不对？所以呢，比方说忧郁症、躁郁症，还有很多我们不知名的病因呢，都是什么？都是因果病。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样子，有的人不会？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我们的这一些障碍？就是说好好的去行功立德，注意一些比如说比方说我们月经债主来了，像我们的道亲，对不对？他开脑部开了3次，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在医院，他开刀的前一天，他的儿子呢在医院用他的阿姨的手机这样乱拍，拍到了什么？拍到了一个鬼魂的头，所以你看他的头部就是有状况，开刀。可是后来呢，他每天都摸他的头，他就跟他的月经债主说，请你呢给我一条生路。我过去一生呢可能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我真心跟你忏悔，而且呢我很想要修道办道，所以请你成就我。他还是有开刀，可是很多人开脑部开1次就挂，就可能就是瘫了，对不对？可能就不省人事，不认得亲人。可是他没有，他非常的清醒，他开了3次刀，现在还是很 OK 啦。所以说快马加双鞭了，因为仙佛愿意等我们，不见得我们的冤亲债主愿意等我们了。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各位浅显，我们老师慈悲说要把爱串起来，对不对？或许呢，希望说我们各位浅显呢，把老师的这一份慈爱呢，老师的这一份慈语呢，好好的去思考，把爱串起来，对不对？那或许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把爱串起来。本土精根，什么是本土精根？就是像我们是新民班、是3班，对不对？我们呢，那种亲家国长、朋友会长，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度化他们，发这个菩萨愿心呢，好好的度化他们。这个呢，就是本土精根因为我们现阶段可能没办法出国去开荒。那再来呢，还有什么？国际开荒，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朋友在国外，你也可以发一个菩萨愿心呢，到国外去开荒办道。再来呢，你可以去做什么？老水还草。老水还草在哪里？在大陆，对不对？有去过大陆的举手。现在大陆进步很多，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开荒。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道学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儒学基础，你要去跟他们讲不简单。像或许去广州、去青岛、去很多省份呢，发现他们非常的重视这个读经，非常重视品格。所以或许我们去那边分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动的哭来，或许呢，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已经归空了在2年前归空。那各位浅显，左上角那个是或许妈妈年轻的时候，那下面就是她的后来呢就是她的照片好，那妈妈呢，她其实呢，一开始去度她的时候呢，很不容易度的。妈妈呢，她一开始呢，她也是会反对的。所以各位浅显，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没有求道的，请举手好不好？还这么多好，请放下。爸爸妈妈还没有求道，赶快度他。像或许呢，跟大家分享妈妈的故事呢，相信很多人会很感动。因为以前或许度妈妈真的很难度，但是或许很黏她所以每次度就跟妈妈讲，妈妈你求道，妈妈都不肯。然后或许呢，每次妈妈在挑菜捡菜或许就跟在她旁边跟她讲。然后呢，妈妈就会，妈妈很慈爱，妈妈没有脾气的，妈妈就说，你去帮我看着店我在煮菜，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一边用耳朵听有没有客人开店门，然后呢，我可以跟你分享道是什么。然后妈妈就觉得很烦，然后妈妈就说我去上厕所，那或许又跟到厕所的外面就继续讲给他听，那妈妈觉得或许超烦的，那或许就跟妈妈拜托说妈妈，那个讲师都讲对不对？他说度父母亲求道是尽大孝拜托你给我尽孝1次吧。那妈妈觉得这个女儿讲的很有道理，那就去1次吧。结果妈妈去了1次之后就觉得这个道太好了，
去开法会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早期开法会会有些佛借窍。那妈妈开法会的时候呢，那时候正好是老师慈悲，老师慈悲是中午的时候，那老师中午的时候班里不在吃饭嘛，对不对？然后呢，老师一来的时候啊，就到厨房去了，用餐的地方。老师到了第一桌的时候呢，就用筷子夹了一口菜放在嘴巴里面吃。然后呢，那一边走的老师就在找人，一看到后学的妈妈在那个桌那边，老师直接走到那个桌，然后老师就把口里的菜呢放到盘子里面去了。各位浅浅，如果是你看到，你敢不敢吃？三彩哦，老师现在三彩的模样了，你敢不敢吃？敢哦，真的很好。你知道后学的妈妈就是赶快拿筷子起来，赶快夹着吃，然后旁边的班员就傻傻的，妈妈就说赶快吃，这是老师慈悲啊，跟我们加单，对不对？会让我们的身体好一点。没有想到啊，妈妈这一次啊，帮妈妈延寿了12年。然后这是或许才知道的哈。那12年过后呢，那时候妈妈发心了，妈妈很发心哦，妈妈一路上都是很发心的。可是呢，前12年妈妈不太会渡人。前12年你跟妈妈渡人，妈妈说人真歹度啦，爱无要紧，爱随缘啦，爱莫讲勉强啦。妈妈以前就属于那种偏将型的，真的啊，赶快随走两心被摆中的。然后呢，但是到了第13年了，不是就是过了这12年的时候，妈妈有一天啊病危了。就是我们发现的时候是大年初2啊，大年初2 11点多，妈妈在床上爬不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就赶快送她去医院去急救。结果呢，去急救的时候，医生就发病危了。发病危什么你知道吧？登个传后事啊，对不对？该回去准备了。结果呢，后学的姐姐大姐是大甲镇南宫，在镇南宫我们知道吧？是妈祖庙。大后学的姐姐是那个镇南宫里面诵经团的团长，她管6个诵经团，她管6个诵经团。然后我们平常在为那个菩萨做事情，可能都是一个义务心啊，对不对？但是呢，当妈妈病危的时候呢，姐姐就去镇南宫啊，哭着去求妈祖了，就跟妈祖说：“妈祖懂，我给你服务10多年，无功劳嘛苦劳，无苦劳嘛疲劳，对不对？”他说：“我的妈妈在医院病危了，请你救救她。”拨了有杯吧？没杯，因为妈祖是欺骗神，她很慈悲，可是生死大事妈祖帮不了忙，所以没杯。姐姐就说：“那弟弟跟妹妹家里有一贯道的佛堂，那是不是请他们去佛堂发愿？”那后来呢，哥哥就说：“我们赶快去佛堂发愿了。”那我们就把可以发的愿全部都发完。那其中一条呢，就是妈妈，我们要帮妈妈度100个人求道。但是呢，很奇怪哦，我们家的那个楼就换楼，换楼之后呢，妈妈就被送到加护病房里面去急救哈。那在加护病房住了1个礼拜，转到普通病房1个月才开刀。开完刀，那医生就跟后学讲：“你的妈妈是大肠癌末期了，第4期了，她一定要做化疗，做化疗我绝对不会超过5年。”但是呢，后学就回家就跟妈妈讲：“妈妈，医生说，后来就开完刀了回家，后学跟妈妈说：妈妈，医生说你要做化疗。”妈妈说：“我绝对不做化疗，死也不做化疗。你去跟那个济公活佛老师说，我要修道办道，我要度化众生，我要去佛堂，我就是不做化疗。”我说：“妈妈，嘿，仙佛仙佛，有时候我们这个肉身，对不对？我要跟妈妈讲道理，妈妈不听就是不听。我跟你讲，你跟老师讲，我就诚心的，我来度人。妈妈真的很诚心的，每天拿一支雨伞去菜市啊度人，落雨加雨，无雨加日，对吧？无雨嘛，无这个这乖啊，涂，对不对？你知道吗？他在菜市啊2年多度了300多个人。所以各位，现在妈妈在天堂有听到啊？所以各位浅浅，如果说我们问到说，我是家庭主妇啊，对不对？人真歹度，这个或许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或许的妈妈的菜市要等300多个人，对所以呢，后来或许又问妈妈，这个人好度无？我跟你讲，要爱命人就好度啊。是，所以呢，后来妈妈呢又延寿了几年，又延寿了12年，因为姐姐那时候在那个大甲妈祖庙里，妈妈做活动，你今嘛去求好啊，会使再延寿几年，就从1年2年开始播到第12年、第13年都拢无播呀。所以妈妈呢，在到第12年的那一年大年初2，一样11点多，妈妈就呼吸困难，然后就成道了。然后，但是妈妈在成道之前那前几个月，老师跟后学托梦，就说：“徒儿啊，你可以放下了吗？我是要带你妈妈回来了。”后学呢都没有去佛堂跟老师回话，说：“老师，徒儿可以放下，有谁可以放下？对不对？”后学很爱妈妈，有谁可以放下？但是呢，过了2天，老师又来了，老师就说：“徒儿啊，你不要担心你妈妈的去处，你妈妈已经有果位了，因为她度了好几百个人了。她在世的时候，就是她最后。”
他归空之前呐、对不对？那几年他很努力的度人，你看度了几百个人，所以呢，妈妈在天堂现在很快乐。或许都觉得说，妈妈啊，他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的手，对不对？长大后我们知道道哈，我们就牵着妈妈的手，对不对？好，让他在道场学习讲钢琴。现在呢，或许把他交给谁？把他交给老师的，对不对？像是老师牵着他妈妈的手，在打帮助道。所以呢，或许觉得每逢佳节倍思亲哦。但是呢，每到那一天，或许都跟妈妈说，妈妈在天堂不可以只在那一边哦。对不对？这边乘龙画凤，对不对？一定要打帮助道。我们在人间很辛苦对不对？你不要在每天只顾喝这个琼浆玉液啊，这样不行啊。或许会跟妈妈开玩笑。好，接下来呢，各位浅显或许要讲一下我们家的故事。我们家故事真的很多哦。或许家里有3个佛堂就说我们家里买了3个房子，每买一个房子就设一个佛堂。那第一个佛堂呢，就是左上角那个或许的哥哥跟大嫂那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个佛堂。他的故事也很精彩，你要不要听？后雪的哥哥他一开始他求道的时候他也很诚心。然后呢，他那时候在读班他发现他的这个腰部有那个肿瘤。那姐姐是那个沙鹿同综合医院的护士，所以呢，他就带他去综合医院去检查。那发现呢有肿瘤，但是呢，为了要就是再确定一下，就带到那个台中荣总去做追踪。结果呢，确定这2家医院的医生都说哥哥有肿瘤，是得了什么？是得了 cancer 癌症。好，那哥哥呢？那时候很年轻，哥哥才20几岁而已。他很害怕，他就说：“妹妹，我想要发一个大愿。”我说：“你要发什么大愿？”他说：“我想要设佛堂。如果我的病会好我想3年内要设佛堂。”我就说：“那很好啊。”就哥哥去发愿，发愿之后呢，本来要开刀了，可是呢，姐姐说：“不然我们再去做一下确认好了。”结果呢，很奇怪这2家医院在做检查，肿瘤都怎么样？不见了。那哥哥很高兴那时候哥哥还没有结婚。然后哥哥呢，他那个事情过后没有多久，或许就出国去开荒了所以或许就不在台湾。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都说佛对不对？我们人类对不对？对佛的定义什么？1天2天佛在哪里？佛在心中。3天4天佛在哪里？佛在半天，对不对？半空中。5天6天佛跑去哪里了？佛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哥哥呢，他后来他病好了，他就怎么样？他忘记他设佛堂了。后来他结婚之后呢，大嫂那时候还不是很明理，或许都在国外大嫂不是很明理，他知道道好，但是他不会觉得说家里一定要设个佛堂。后来呢，或许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有一次哥哥出车祸，人飞出去，所以呢，或许就想这样不行。他说他飞出去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会抱住你的头。”那或许知道说那天嫂子慈悲，所以呢，或许就想说那好吧，那就先回到台湾来争取他设家庭佛堂，因为哥哥是独生子，对不对？哥哥在呢，或许会比较放心一点，因为父母亲年迈了还有哥哥照顾嘛，对不对？或许还可以去开荒办道，所以呢，我就回来想说帮助哥哥赶快成立家庭佛堂。可是呢，或许回到家每天晚上11点准点就会听到或许的房间的那个门那个木门就叩一声那叩一声之后呢，就觉得整个房间都叽叽口口，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就开灯睡。那因为或许跟哥哥是住在同一层楼的，那我们中间还有隔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厕所。那哥哥跟大嫂半夜会起来上厕所嘛，所以呢，他们就看到或许的房间的灯是亮的。那哥哥呢，就代表就问或许说：“妹妹，为什么你睡觉不用小灯，要开大灯睡呢？”或许跟哥哥说：“哥哥，我觉得每天11点准定有人来敲我的门，而且这个门一敲就觉得整个房间叽叽口口一大堆声音。”我说：“哥哥，你应该要设佛堂了，因为你已经超过好几个3年了孩子都已经生好几个了，你还不设佛堂吗？”那哥哥呢，哥就想，对我应该设佛堂可是哥哥跟大嫂讲了之后呢，因为大嫂比较不了解，所以大嫂就跟哥哥说：“我跟你讲，一定是你妹妹修道修得太入迷了，对不对？不然就是他前世欠的，不然你为什么去找他不来找你呢？”那哥哥隔天就来跟后学讲：“妹妹，我跟你讲，咱若家己欠的莫牵拖厝边，知无？虽然我倒来你的隔壁，我牵拖厝边，我跟你讲，咱家己欠来做工就行啦，莫讲是我欠的，知无？”那后学那天就很气后学就坐在床上等11点，等那个无形的进来。真的11点他要叩一声了，或许听到声音，或许就开口讲话。我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是我陈某欠你了，请你现身，还是托梦告诉我，我愿意行公义的把功德还给你。如果不是我，是对面那个门的，请你回去找他，不要来找我。”结果呢，他第一天晚上去找我的大嫂了。我的大嫂，因为大嫂她弟弟嘛，他找他。他就跟我大嫂托梦我大嫂说：“那他谁的他女儿还更多他说：“长得真的很丑，很恐怖他就直接
清楚了吧？很清楚了。我的哥哥也逃不过哦。第二天去找我的哥哥，我的哥哥说奇怪，那个两个没孔门哦，直接穿门而进来。然后小姐跟哥哥说，哥哥我跟你讲，三宝很重要，三宝你一定要记得怎么用。哥哥说妹妹，三宝怎么样都不会忘记用。各位先生，你现在是心灵班，你现在是智商班，你确定三宝你记得怎么用吗？测试一下，来，三宝怎么用？第一个怎么样？赶快啊，测试啊，签到。手抱合同在胸前，对不对？眼闭8分，开2分。然后呢，心里要默念那什么5字，对不对？结果哥哥呢，他就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忘掉。可是他那天吓到不会用三宝，他吓到不会用，他那天只会叫什么？老师救我！对，所以他说，当他那个意念一出现的时候，老师就出现在他跟鬼魂的中间在做沟通，一会那鬼魂就飞走了。第二天夫妻2个手牵手，心连心，一起来敲后学房间的门。然后他就说：“亲爱的妹妹，那修得来修出比心呢，哈哈。以后呢，那个无形的来的时候呢，你是我们家的代表，我赶快把佛堂要用佛堂地方赶快整理整理哦。我们家赶快来设佛堂，你既然无过来找我啊，我讲别人你房间较侪人较好咧，伊讲莫房间有有影会惊着哦。所以呢，后来那个鬼魂也没有再来找过后学了。很快我们家就设佛堂了哈，就是那个第一个佛堂。那第二个佛堂呢，就是后学的补习班的楼上啊，我们就把它。3楼的地方省出来做公共佛堂，我们这个佛堂叫正凯佛堂，每年都度100多个人，度很多的学生、家长，度很多的那个教职员，还有因为我们是侨科集团嘛，就度很多分校的主任跟他们的老师，这是我们第2个佛堂。那这是我们第3个佛堂，我们先成立家堂，预定3年内呢，希望能够把它改成公共佛堂，因为这个地方有1000多坪，我们希望它将来能够做一个书院哈。然后呢，结果我们设了佛堂之后呢，隔1个月我们办到，我们发现那个万年青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个是万年青，开花了，2边的万年青都开花了所以或许你们看了觉得很惊讶，因为或许从小到大没有看过万年青开花，对，各位之前看过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会觉得说这个应该是仙佛，对不对？给我们的一种鼓励哦。好，所以呢，后来或许都跟我们的同学讲，阮当已经是3间佛堂了所以我们家设佛堂应该比较难的啦，因为要设到就是要再买房子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家人口有限，不然就你们家设佛堂吧。我们的道亲呢都觉得对这个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设了佛堂就怎么样，万家生佛嘛，跟你有缘的人他就能够来求道。像后学呢。第2个地方设佛堂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补习班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以前要买地的时候呢，就是去求老师慈悲，或许跟老师求，因为或许很喜欢跟老师心灵沟通所以或许就跟老师求说，老师慈悲，图我希望能够找一块地1、2楼做学校，那3楼呢，把它全舍出来做公共佛堂。结果呢，2年后呢，这个地方就实现了。结果呢，这个佛堂快盖好的时候，或许梦到了老前人。白水圣地跟后学说，你知道吗？上天要借用着你们用这个地方度化很多的有缘众生，因为每一方都有缘人，对不对？像你们也有亲戚朋友你不知道说你设了这个佛堂之后，跟你有缘的人有多少那后来呢，我们因为设了这个佛堂之后呢，就度了我们的家长刚刚后学说开脑部呢，左上角跟右下角的那个前道，左上角是坤道他们都是后学的家长，他们都设了佛堂了那。左上角的这位坤道呢，他目前在做复健，可是他的显化也很大。他要开刀的时候就是他的儿子拿着手机他国小而已，拿着手机这样子拍到了鬼魂的头所以她的老公呢是高工局在高工局上班，她的老公一在就 T K 的以前就 T K 的，可是他亲自看到他的儿子拍到这个，他真的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而且他老婆开刀的时候呢。老师、果佛跟关圣帝君都有去慈悲都有去慈悲，所以呢，他有看到所以他很感动，就设了佛堂。那再来呢，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家庭呢，他们设佛堂的因缘是很特别的这个爸爸呢，他以前他就很爱骑脚踏车，那有一次他骑脚踏车飞出去飞出去的时候呢，他是这个锁骨断了，那头部没有怎么样，可他的妹妹就说，你照个头部吧，结果照头部才发现，原来已经有肿瘤，已经7公分了7公分也是恶性的，那就一定要开刀。那结果后来就开了刀。那开刀之后呢？开刀之后也是复健的很 OK 啦。那有一天或许接他太太的电话，那这个太太呢，他就跟后学说，因为他是半夜1点多打的，快2点了，他打来就说，他说陈姐，他说你睡了吗？那请问你1点多睡了没？睡了，对不对？可是他1点多打给你，你
有事啊。所以呢，或许呢明明是很想睡的，或许就装作完全没有睡的状态，就是说我还没有睡，我还没有睡，我们要把眼睛睁大一点哦。你有什么事？他就哭了，他就说我的孩子啊，读大学哈，他的口腔一直流血，因为先去拔牙，口腔一直流血，我不敢开车去荣总，因为大甲的牙科没有24小时的。好，那我就跟他说，啊，你不敢开车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你老公呢？他说我老公在睡觉啊。我跟他说你的女儿口腔是流血，你赶快起来。他说我明天要骑脚踏车，没空。所以呢，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带你去医院好了。那我跟他说，那请问你现在人在哪里？我去接你。他说我在你们家楼下。对，所以呢，他就是认定或许是他心目中的什么谁的敌人啊，他就觉得说或许一定会带他去。结果呢，或许就送他到医院去呀，全部都弄到好的时候，回到大甲5点半啊，5点半其实真的很累了嘞，准备要睡觉，6点半就有个道歉打来，陈讲师你哭泣没？我讲我床没困，他没困去哦。对啊，所以呢，后来这个道歉就跟她老公讲，你是当人家什么爸爸？那女儿口腔一直流血，居然不带她去医院。她老公说好吧好吧，那你说你希望我怎么样，对不对？啊，能够对这个家庭呢，能够有所贡献一点啊。我这个爸爸好像不太尽责，他说我要设家庭佛堂，他爸爸说对，设家庭佛堂是好事，那就设吧。对，所以我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在成全道歉呢，我们都会常常会提倡3要3不要。3要是什么呢？我们鼓励同修，第一呢，就是要怎么样？鼓励他度人，鼓励他亲口，鼓励他万家生佛，开设家庭佛堂。3不要是什么？不要传递负面的思想，不要抱怨，不要找借口。你一直找借口呢，对不对？你就变成哪一类的？临时抱佛脚的那个最后一类的哦。好，所以呢，后来他们都设了佛堂。好，那再来呢，或许觉得说，我们再来的愿是什么？以前或许呢，像我们在心灵班的时候啊，有发愿，对不对？第一个愿是希望自己亲口，那第二个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齐家修道办道。第三个愿呢，是希望什么？是希望我们家能够成立家庭佛堂。可是这3个愿都完成时候呢，或许又跟老师讲，老师，如果还希望能够发3个愿，第一个呢，希望能够立足台湾；第二个希望能够怎么样，胸怀大陆；第三个能够怎么样，放眼天下。可是呢，后来呢，我们是放眼天下先哦。那时候同学们呢，才刚读完5年班，还没有领讲师哦。那因为我们都去福山听这个经典班，那时候白水圣地还在，他老人家还在，所以老人家呢常鼓励我们，你们还不出去开荒啊，对不对？好，国际开荒呢都没有你们的一部分哦，都没有你们的一份啊，所以呢，你们应该去开荒办道。所以呢，那时候同学们呢，就跟着旁边这一位道亲呢，我们就一起去开荒。那时候是我们完全没有引线，没有引线，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认识半个人。那我们就坐飞机去了。各位浅浅有没有看到是新加坡啊？它是1991年了，现在是几年？2010哦，所以我们开荒已经满20年了，已经满20年，那就是我们20年前的照片。各位浅浅，20年前你们知道左边右边哪个是后学吗？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间？你看到中间？中间可能是仙佛在那里哦，或者是右边那一个长得憨憨的那一个有没有？对啊，所以呢，20年后或许还是这个样子哦。对，所以呢，各位浅浅有浅浅跟后学说，台湾人的办没完了，跟照顾我够，对不对？可是各位浅浅，如果不是因缘若不是因缘，若不是前世我们就互相约定是不是？你看我们到国外就是新加坡的第一个佛堂，或许呢，1991年5月8号，或许跟这个道亲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开荒5月8号过去，6月份当地开法会，老师灵感慈悲老师来接教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鼓励很多。后来呢，他就说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所吃的苦，老师都知道。老母也都知道，但是那是我们的一个过程，将来我们的人才会非常的多，所以后来呢，我们同年的年底我们就开了第一个公共佛堂，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到印尼去开荒。你看后来他领了点传师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右边这位？对，这位是后许度的嘞。对，所以呢，后许他就说，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一个同修哦。那因为后许跟他一起呢，就是一起读班，然后一起我们在要互相一起成全，然后呢到国外去，他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他非常用心办道他是锅点传师。后来呢，国外办道呢非常的宏展，我们现在国外的公共佛堂跟家庭佛堂加起来已经有30多间了所以呢，我们的庆祝开荒就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开荒20周年，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佛堂。
已经有6个，在印尼已经有6个公共佛堂了。新加坡有2个公共佛堂，那马来西亚去年才开始去开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到哪里去开荒？到中国，有没有看到是中国？这个是在青岛，或者在青岛开学校，因为或许希望呢，能够借着学术路线到中国去开荒办道。因为以前或许听说老前人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回到那个中国去办学。但是或许就说他这个办学应该不是指办学校，而是怎么样把这个道传回去。所以或许因为本身是做教育的会想说，如果可以到中国去办这个美语学校，然后呢能够名传诗书安传道也很好，对不对？这是我们在青岛所办的活动。然后再来呢，各位姐姐，这个是我们在广州办的品格营。这个爸爸呢很感动，在哭因为觉得他的孩子从他的孩子的口中说出感恩的话，他非常的感动。各位浅浅，我们在这一场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试验各位浅浅，你们今天要不要做一个试验看看我们请一位浅浅打电话回去，用扩音的打电话给他的爸爸，跟爸爸说3个字就好。你们知道3个字吗？对，要不要试试看没有人敢，是有谁自愿要试现在没有串通好，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下午分站可以请那个负责讲师试试看。你知道我们在这一站我们有做测试，他用扩音的我们请一个空道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的爸爸，结果打电话给他爸爸，因为我们就知道说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说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当这个电话接通的时候，这个是他爸爸接的，他就跟他说：“爸爸，我是谁？对不对？”爸爸很开心因为都只剩一个一胎话。爸爸说：“哎呀，娃娃，我跟你说你怎么样？你在那个地方好吧，对不对？”这个坤道工作人员跟他说：“你废话要少说，你要说重点。”还说：“爸爸，我跟你说，我要跟你讲很重要的一句话，爸爸，我爱你。”这个爸爸当中没听到他当中没听到，他继续讲他的话：“娃娃，我告诉你爸爸跟你的妈妈帮你买了什么东西你一定会喜欢什么时候回来拿给你看他说：“爸爸，你等一下，我跟你讲很重要的话，爸爸，我爱你。”你知道吗？电话那一头是怎么样？还是沉默的？而这个工作人员呢，他有点紧张，说：“爸爸，你没听我讲话你知道电话那头传的什么吗？你到底是谁你一定是诈骗集团的。”所以各位浅浅，你等一下试试看，你打电话回家，你跟你爸爸说：“爸爸，我爱你。”尤其是前导，对不对？前导可能没有讲过我爱你，对不对？除了对老婆讲以外是不是？他从3岁以后就不太会跟爸爸妈妈讲我爱你了如果前导呢，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爸爸会觉得家里要跟学听，是不是？像后学跟我的学生讲说，你回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后学的学生都怎么讲，知道吗？老师那个没有用的，我的爸爸妈妈会问我说，你有什么企图？你要多少零用钱缴他？我们跟爸爸妈妈，我们的孩子不敢讲我爱你，很多时候是我们大人怎么样养成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习惯怎么样把爱怎么样说出来，对不对？像你希望能够利益众生，你也要把爱怎么样传出去，对不对？好，这个爸爸很感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一场，这个坤道呢，这个是个妈妈，她也很感动在哭。她就说你们办这个活动真的很有意义。那这一场活动呢，或许跟他讲一段话，跟全场的爸爸妈妈，然后很年轻的爸爸妈妈讲一段话，他们就哭了。或许跟他们说，我们当爸爸妈妈的都很爱我们自己的子女，对不对？可是各位浅浅，或许问他们，你们爱不爱你们的爸爸妈妈？你全部都愣住你们爱你们的爸爸妈妈多过爱你们的小孩吗？对不对？可是请问，你们是孩子养你们大的，还是爸爸妈妈养你们大的？对，可是我们好像有点逆向操作，对不对？我们爱孩子的心比爱父母亲的多，所以就有点那个什么因果报应，对不对？以后我们的孩子就爱我们的孙子更超越于我们多，对不对？所以会觉得说，我们回去应该爱我们的父母多过于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看在眼里，我们的孩子会知道说，这个孝道呢，对不对？是由古而今，我们儒家一直在推崇的。所以呢，我们本身尽孝道就是一个根本，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孩子有这些概念，所以呢，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也会孝顺我们。尤其呢，现在年轻爸爸妈妈，因为或许接触太多的家长，他都跟或许说，我跟你讲，我都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我不会给你们麻烦，你们不用照顾我，你们也不要造成我的困扰，对不对？很多爸妈都这样讲。可是或许就说我们不要这样教育孩子，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教育你的孩子，以后你的孩子也这样教育你的孙子。可是除非你身体都很健康
你不会中风哦，因为中风你需要别人帮你拿一杯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对不对？你很 OK， 但是你的孩子呢，不见得很 OK 啊。好，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教育线上呢，或许就跟他们讲，回去呢打个电话给你的爸爸妈妈吧，对不对？带着你的孩子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好，让他重享天伦之乐。好，这个妈妈呢，她就很感动，就哭了哦。好，所以呢，或许觉得说，其实世界上啊，没有感动不了的众生啊。其实呢，你知道吗？我们呢，都常常说，哎，我们要发愿，对不对？那这个愿呢，其实你知道呢，我们愿大怎么样，就力量大。我们老师慈悲说，多有一分心，施助几分力？施助9分力哦。好，再来呢，当你知道呢，你一个起心动念，上天就知道了，对不对？老天就接到这个讯息，所以呢，当你想修想办，老天爷一定也会帮助你。再来呢，就是白羊大仙呢也会主导。各位浅显，你们发现有时候你去渡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顺啊。啊，像后学呢去渡人的时候呢，后学特别喜欢当车停好的时候，会就想老师慈悲，诸天心我慈悲，白羊大仙慈悲，我就口中念念有词。现在我到某一步去了啊，所以呢，请你们呢这些大佛呢都能够跟着我们去，帮我们转一下他们的因缘，让他们都能够很顺利的怎么样，能够求到。啊，那甚至呢，成群很多的同修开设佛堂，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的。像后学很喜欢鼓励人家设佛堂，去年前年后学到新加坡去啊。那有一个讲师就跟后学说，陈讲师，我的哥哥说要请你吃饭啊。我说不用吃饭啊，喝个茶好了，因为既然飞到新加坡嘛，跟道清见见面是好事。他说不行他餐厅订好了。我说这样啊，那好吧，那只好去吧。可是去呢，你知道我们就3句不离什么？3句不离渡人，对不对？3句不离请人家设佛堂。那我就跟这个道清的哥哥说，大哥，为什么你不要设佛堂啊？有时候你看我们这样子嘴巴，对不对？这样子一开啊，就常常都鼓励人家。那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大哥就问了，设佛堂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设佛堂？结果呢，他回家就发简讯问他的妹妹说，设佛堂要多少费用？他妹妹就跟后学问讲师设佛堂多少费用？后学就跟他讲，就说这个费用还好。那结果呢，他到第2天就发简讯说，可以请讲师来我们家看看佛堂吗？来看看这个地方可以设佛堂吗？那我就到他们家去看了。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新加坡啊，那个因为非常小，寸土寸金，那个佛林那个佛龛都是在那个墙壁上的。那后学去了就看说，哇，你们家真的很适合设佛堂所以新加坡很小那他这个大哥很可爱哦。他说，你说我们家有设佛堂啊，引导过来我不会黑有没有？他就直接就直接跪在他们家那个佛龛前，就跪着就说，哎呀，我们上面的菩萨，这个讲师啊鼓励我设佛堂，你们说好不好？不嘞，因啥不？后学特别欣赏那个神明对，特别欣赏打帮助到。他说，哇，你因啥不？那就是我要设佛堂。这个佛像你要换新的还是要换旧的？一个不换新的啦。然后后学就说，好吧，那恭喜你呀，那你要去跟点师请示设佛堂。他说好，我一定会去请示。隔1个月呢，他打电话给后学说，陈讲师，我跟你讲，我今天要开法会啦，我开完法会明天要请口了，我下个月的那个9月19号，果佛的那个成道日，我就要开设佛堂了。哇，后学吓一跳，我哪里还没回到我呀？是啊，你就想说他是讲师的哥哥啊，怎么可能还没有求大了？怎么还没有开法会？怎么可能还没有读班，对不对？不可思议嘛！但是后学跟他说，就当他们夫妻讲说，你们家设佛堂一定要有人亲口哦。他说你们2个谁要亲口？夫妻呀。这个老婆就说，老公你亲口。老公看老婆也说好，那我亲口。因为他们家不是猜拳的他们家是老婆至上的。但是现在他们家发现一个超级引导师，他们家设了佛堂才知道，他们家的儿子现在才读国中1年级国中1年级，他就常常会带同学去他们家的家庭佛堂看看，然后听说他们家每个礼拜都在办道。国一对，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你们家小孩你就说他们小孩懂什么？小孩他是趁着愿来的就不一样了。像后学刚刚跟你们分享说，我们不是有一个道亲开脑部开上次那个吗？他家那个儿子那时候才小学3年级他因为他在我们补习班读英文所以呢，他们家初一15都会去佛堂献供。那他每次的生日爸爸妈妈都会帮他拿蛋糕去佛堂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结果呢，有一次后学就跟他讲，小国燕，他叫国燕小国燕，你每次初一15来佛堂拜拜，你开不开心开心小三儿很可爱我说开不开心？他会很开心。我说你希不希望家里有家庭佛堂？希望。你看小孩真的有来历的，你看他每次跪在佛堂拜得比大人还要整齐，真的那个姿势拜得非常好看
结果呢，我就跟他说，等一下生日不是要许愿吗？对呀，你要许3个愿，对不对？对呀，我跟你讲，你的第一条愿一定要许，我希望家里有家庭佛堂，这样你会不会？会。结果呢，我们先供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切蛋糕了，对不对？唱生日快乐歌，唱生日快乐歌不是在许愿嘛？那许愿之后呢，哇，他的爸爸妈妈在场就很专心看他孩子在许愿。你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是孝子啊、孝女啊，对不对？孝子跟孝女有新定义叫什么？孝顺儿子跟孝顺女儿，对不对？对，所以呢，他的伯彦呢就许了愿，许了愿之后呢，那后来就讲，伯彦你刚许了什么愿呢？他说我现在第一个愿是开设家庭佛堂，第二个愿呢是世界大同，哇，好大的愿呢！我说那第3个愿呢？他说第3个愿是秘密，这么小也有秘密了，对不对？他爸妈当他